乡亲好，欢迎收看《全民大会》，我是王小 K。看到俩还没动有欢乐个气氛哦，演讲高铁咯，从安用个往理化对，安尼公演时节，杂新做个吉祥有品啊哈，所以看到俩都很动有感觉。其实呢，大家可能唔知哦，全台湾生产了个往理化水台个产气，超过93个产量系到花莲水母个复兴沙气。就乡亲朋友看到爱后边啦，柜台边个往理染哦，还有杜个农民杜个摘往理哦。其实呢，讲到了解往理个产业嘛，到花莲地区其实也发展到阿曼久。不过呢，天然气天天的改变，了片个农民见到快时又快从新个新想法，做了日记个产业大错变做产机，也做得大同休闲观光。除了日记个生产产业之外呢，了达要记到也利用跳过个草林体来规划打造细细个风力供染，也打造了种个风力生火叉，做得悠然。记到个铁记录系 TPS 设计做231工厂，就是所谓个一生一世哈。大家看到写到动作个有效率到了达要往了，来了解记到个往理产业，也看记到用个方法了片个空间来打造休闲产业。全民大会今日来到咧了解复兴沙气，都会找到乡亲朋友向来分享讨论，记到很用个想出了个办法，还甲用个顾好记到个往理产业，还有也做好了个方法休闲观光。影片去到开会讨论现场。好，欢迎大家来到开会讨论嘅现场，提前为大家稍解来关心今日那个起教讨论题目嘅来宾。第一位呢，稍解系农粮署东区分署嘅分署长陈其荣，陈分署长好。大家好，欢迎抢错。第二位来宾呢，稍解系水波区花莲分区农村应酬口改工厂室张志豪总工程师。大家早，大家好，欢迎你来。第三位来宾呢，稍解系阿旧太后休闲与游憩管理学系的教授林明昌林教授，你早。大家好，欢迎。还看安尼水母向界台家总向总少界系陈进光陈乡长好。大家好，欢迎。还看呢安尼菜地界农会总干事魏清和魏总干事你好。欢迎。今日吼来到了台湾吼，天气冻好，空气冻好吼，了解环境附种安将系往理供染啊。唔讲大家可能唔知哦，了解花莲水母了解复兴沙气啊，佢有一个冻特别个特产。就系往理，香港唔系普通嘅往理哦，系土凤梨。哎，你现在透过下边嘅样片来好好看下，了解复兴沙气佢冻精彩嘅故事。讲到花莲水面嘅农产品，分担有一定有名，做得讲同马蹄湾分担差唔多。不过其实喺花莲总部位水面乡复兴村，还有南银行当中有位作物土王梨，面积同产量都系全台湾前到位。嚟到1931年到顺后，看下去都系王梨园。咱这个往来吼，阮民国吼，60年就开始种。迄当时呢，因为咱复兴村的人拢吼真善食，善食呢，台航公司来遮做了后，阮往来起居，往来吼，就是讲互阮趁钱。见到为有好杂嘅时节，农民唔惊往梨园，那就系呢，当收落嘅喜杂，尤其都为公元前1礼拜，行卡系无限恻差。基本我做天泽王梨花，你讲秋啦公园多诶，你下王梨花嘅上市。亲属分养谈讲也太价钱无限。太价了当无限咯。王梨花吼，佢嘅外观啊，做唔得又切损，所以讲佢会较细腻。佢10好嘅时节啦吼，去强表，还有纵向，所以讲佢外观做唔得，佢会保持完整，该较有卖相。福建村嘅王梨花大到较细粒，面孔生出嚟嘅花又大又长，王梨又有旺旺来嘅好小头，故所见到嘅工业一定受欢迎。哦，安怎看啊？哦，了到真正，头粒粒吼，做亲食，很平均嘅态，吼粒梅吼，拄好安创。人呢，人安摆人吼，拄好看粒梅。
看粒梅，看粒花。头摆富兴村土凤梨产业的供应，是受到凤梨工厂的养育，也工厂属许多嘢，农民的种植技术还是更进步。很多有人为拿来限制的土凤梨，卖在市场当中寻到难为一条路。像挑下两片都少改多哈，你了解凤梨推湾可以说是台湾的水果之王。那我们花莲东部的这个中区，这个瑞穗体系两片所生产的凤梨，主要呢系落中南部系分做某群用嘅一个市场类别，从中南部来讲哈，大部分都是气上市的这种鲜果凤梨的主要产地在中南区，大概都有上千公顷这么大的栽种面积。不过你东推湾那个花莲嘅水母就东贴片，主要呢系做两种土凤梨哈，主要的产地，所以呢因为这个体力环境条件也好好，所以台体凤起来啦。这种鲜食的凤梨跟我们的土凤梨，大家都讲，其实如果你真的要吃那种凤梨香味非常的浓厚鲜烈，然后给洗起来要有纤维感很重的那种在地台湾味，就可能是两种嘅本土土凤梨，佮又还有特色感。挑下样片又看到吼。你花莲水母了解复兴撒起，跳过呢就有东冲嘅历史。到底用办讲了偏解体力环境又按好多，而特别欣赏两种土凤梨，而强调你采体最自信嘅，你村庄系冇？村庄也有来到现场，你在强调村庄你好。到底嘛嘅热饮，你水母嘅复兴吼，种了土凤梨也蛮好呢。往来吼，因爱旱地，阮这是旱地吼，因为阮这旱地，阮对往来吼，所以讲较有信心，所以讲阮这大量地种往来。好，多谢，谢谢村长。谢谢。所以在地历史悠久，这个环境又好，地了解花莲改种起哈，我们就像，因为我们地势稍微高一点，所以它就像一个我们中区的分水岭，北呢就是花莲溪往北流，然后南呢就是秀姑峦溪往南流，所以这边过去呢是土地比较贫瘠，种不出作物，挑狗都会种蹄条啦、饭蔬。了掉政府的冻干苦，反而在地农民转为这样的劣势来变成优势，种了非常品质好的这个土凤梨。我们再来看到，刚刚我们的村长已经跟我们介绍，我们复兴社区这个历史相当的悠久哈，最早到民国55年，台凤公司在这里设厂，所以我们这里变成台凤公司最大的这个产品供应地、原料供应地，生产的阿曼豆年哈，所以到了下以流来发展到了下到1806年，了解生产改木系生产的模式已经要做一些改变，以我们现在刚刚有村总又讲到，你俩片改总凤梨的面积也有好几百公顷。那他们现在做的产业，除了生产土凤梨做加工内馅之外，也有这种市面上非常受到欢迎的凤梨花，可以作为一种吉祥物的代表品。一个感觉上是一级的生产，一个感觉上是在这个休闲或者是服务，或者是在更加值型的这个方向。我问题请教我们分署长。不晓得我们农粮署怎么来看待我们花莲中区的这个土凤梨的产业？你们怎么定位它的？在农粮署我们跟在地的花莲改良场以及整个水保局的花莲分局共同在整个1级的生产、2级的加工跟3级的这个休闲观光上共同来促进瑞穗乡复兴社区的发展。是。那在农粮署的部分，因为复兴社区这边是一个凤梨的一个集中的生产区，所以我们在103年底也辅导复兴社区成立优质的水果集团产区把这个农村聚落的这个凤梨产业整合起来。分署长，我请教产区，因为我们想象到的这个凤梨主要的生产地在台湾的中南部，他们甜，然后可以直接买来吃。那我们生产土凤梨，一般来讲，它的酸度可能太高，有时候如果不是做成加工品，它是负面的条件。请问，这样我们还是把它当成1级的产区在推广吗？还是你会怎么样去想出办法？这个部分，因为土凤梨有它的一个特色，以前大家买的这个凤梨酥可能它的原料是用其他的这个农产品来替代。那真正的要吃到凤梨酥的这个口味，那就需要我们的这个土凤梨。复兴社区这边的栽种的凤梨，主要就是以土凤梨为主，那也有一部分是金钻凤梨这种食用的，那还有这种应景的这个年节这个凤梨花。那在这样的一个辅导它做加工，因为我们都知道
这个要符合能够加工的这个 A 级果，它有一定的比例，我们就用技术辅导让它提升 A 级果的比例。那还有一部分是没有办法达到 A 级果的，如果能用加工的话，就可以进一步提升它的产值。那像这个用凤梨花，这个是用观赏性的这个价值，能够进一步来提升带动。谢谢。所以我们听出一点点门道哈，这个土凤梨可能一般的消费者很少拿来直接吃，可它的特色跟它的优势呢，在于它经过转换加工的时候，它价值会升级。用镜片就看到爱那个推荐哈，那片看到有那个腌制改凤梨酱哈，还有那种。你挑发太阳花的两种凤梨棍啊，哈，它昨天直接加工变成休闲的这个零嘴，它看到那个凤梨树啊，然后给改爆重要非常安酱哈。该为强门现从改向前啦哈，产业调的想法来讲，在地是怎么样把我们过去可能在市面上不受到欢迎的土凤梨，你们怎么样想出那一道关窍？打开它的商机，希望大家昨天来分享，你体现我现在强调，你给总滚事，系冇？那我们刚刚介绍过，主持人介绍过我们整个这个适合鲜食的部分，包括金钻凤梨呀、牛奶凤梨啊、甜蜜蜜啊，这些都适合鲜。那现在我们土凤梨最大的特色，它有它独特的一个凤梨果香，所以很适合来加工。是的，那但是我请教，加工，但是它原料也要好哦。我们现在都很追求无毒，甚至有机。那在我们的农产管理上，是不是你们也强调这个原料一定要很多挂保证要好？那当然，我们已经拿到真正的一个农粮署所认定的一个级元府的认证，我们还有 QR code， 通通都有。那我们现在看到我们周边这么好的美丽的山景，跟我们的生产环境，各位还不肯定我们这个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所生长出来的一个好的凤梨品质嘛？所以说，我们透过我们的加工作，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土凤梨，当然在它有季节性差异比较大，冬天它是酸度偏高，那夏天它是很甜的，所以它的季节性在的。那我们针对我们这个果酸，尤其在冬季比较酸的时候，我们来做加工腌制用。所以我们的包括我们的酱凤梨凤梨内馅我们有足够的凤梨果香跟我们的果酸之后所酿制出来的这一些特殊的氛围，所以我们的产品坦白讲真的是一级棒的哈。该真够简单的，好，先非常感谢你总干事。人为爱也问题有全部的农会改总干事嘞哈，总干事。其实，你个水梅从温淡油冻出名，茶也是有名，从么呢？没想到了个土凤梨也系你个这个潜力产品。其实到文旦柚跟茶来比较，你觉得我们的土凤梨多你个菜体，佢个水态提升，冇求用个政策喺度来。从农会个里冲来讲，农民基调现在透过吉园谱认证，种出了安活个腌料。你对农会系从哪一个角度去切入来帮助他们，而且做出跟水梅改土特产不一样的区隔呢？好，那我们复兴社区这么多年来能够有大家能够住在这安居乐业就是这个凤梨这个产业，让我们这个地方住的大家都能够过得，不管是农民的安居乐业，是士农工商都安居乐业。所以我们这个土凤梨怎么样好？我想刚才我们村长也好就是有一个产业有办法拖了将近40几年，快50年，这个产业就表示这个作物是能够受人家肯定的。现在的人是要回归大地回归大地怎么样讲呢？我们这个复兴社区，尤其凤梨这个产业，它的整个地面地表面看起来非常舒服，所以我们现在也慢慢的走入加工以后，更重要就带入观光。所以我们现在在这个区块感谢我们很多这个上级长官能够我们这个区块，尤其复兴这个区块设定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小型的游乐区就是能够带动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产业面能够再走上更高一层不用东西都种一种要卖出去可能有很多游客会到我们这边来买。在这里欢迎各位，谢谢。好，待会还有后续问题要继续请教总干事。所以照总干事的讲产业希望自己从地方长出来，我们可能不再依恃过去只能靠外部来消化我们的量，现在开始自己做。那跳下又少改多你看到其实都不幸撒去种出了改土凤梨，他们自己加工变成各种多元的产品。我们想问一个现场观众比较具体的问题啦把这种第一级生产的农产品，再把它加工变成商品卖出去，大家对它的这个升级的价值都很肯定，只不过好做吗？
那在做的过程中是哪一些困难或者是问题，其实好像也没办法忽略的。我先请教一些在地有很多的年轻朋友都回乡了哈，先请问这位坐在台前的这个年轻的杨经理是吗？经理你好，我想问一下哈，加工品很不容易哦，把这个田地上生产出来的土凤梨哈，把它做成各种完美包装或者是吸引人焦点的这样的一个等路或伴手礼，这个中间过程，你觉得在实践的上面有些什么比较难突破的，是想要在节目上可以分享的？其实难突破的东西其实还蛮多的，蛮多的，不少、哦。对，因为其实我们做这个东西来讲，从我们算是一个刚起步的社区啦，我们在做这些东西有没有？其实都还算辛苦，尤其像做这些东西，虽然说产品是做得出来，可是你要面对一些大众的市场来讲的话，你一些很多所谓的我们的生产履历啦，然后一些产品标示，食品标示那也都很重要。对，这些都要。可是食品标示，像我回来这里5年了，然后5年其中又食品标示又在改，又在改之后有没有？我们包装做下去之后有没有这些资材部分都打在盒子上面嘛？是。一改之后有没有变成说我们盒子要重新做过？请问在这样改来改去过程，像我们很多的政府部门官员，我们都可以保持直接互动，一次把它问清楚，不行吗？是可以啊，可是重点说，因为我们叫这些东西，譬如说我们叫我们的盒子，我们一次叫的量大概就要超过10几20万。哦，对可是这东西对我们来讲，一个社区或者说一个刚起步的青农来讲，10几20万是笔还蛮大的负担。所以说，我们可能东西做下去之后有没有？然后它规章一改，然后我们要做新的东西出来。那新的出来之后有没有？那我们东西为了要符合规章，所以说我们的东西之前的东西可能就会闲置在那边，是变成是一种资源的浪费。懂。所以如果在农村里面来讲，好分阶层，可能我们老一辈的长辈都很努力在田间种那些作物，可是到我们手上要来把它转换变成加工的时候，因为现在政府的规章可能变得很多，然后或者资讯也不是那么充足的情况之下，其实常常都要做很辛苦的工作。除此之外呢，那在加工的过程中，在加工不管是在工厂啊，或者是其他加工的手法，有没有碰到一些农民需要被帮助的地方？其实我倒觉得我们这里农民是比较厉害的，因为我们社区来讲走的是一些比较古早味的东西，很多东西都是一些老一辈的，像我们乡亲父老有没有留下来？你像腌凤梨这些腌制品有没有？都是我们这些社区妈妈有没有那个教我们做的？对我们来讲社区起步，我们有学到的东西是凤梨酥的部分。是凤梨酥，我们在刚起步的时候有没有也接触到那个农村再生计划？然后农村再生计划因为保委员的面向非常多所以说请了非常多老师来教我们一些食品的加工，或者说东西的改良。所以说有没有？所以我们像我们的凤梨酥、凤梨干，就后续陆续才开始有这些东西这样子。这样我大概也知道了，先谢谢你。所以呢，在地的农民这个知识有，然后古老传统的智慧也有，不过在技术上的辅导，还有呢，在这个法规上、这个专章上的多充分的沟通，了解这个部分重要。等一下我会强搞对病，还有向金边又讲为天天反映吧，强改心上。在加工的过程、制作的过程里面，我们会有一些不良品，也就是规格比较小的这些东西呢被丢弃或者是任它在田间腐烂。我们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它并不是不能食用，只是它的果粒比较小如果说这样子丢弃的话，对农民是一种很大的损失我们就想怎么样让农民的损失降到最低，所以说我们才会讲到这个凤梨是不是可以拿来做加工。你下做到紧你饲到做了又顺时么？还讲做了也是坎坎坷坷，又掉细条天数。拄到加工的事情面临到很多的那个考验动到考验。有到东西样办做好，样办保存，还有做好的东西样办来卖。这就是我到社区底下所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好，用我哋的新闻语抢错，所以一个技术方面看看买做好了买到哪位去？问题我先请教我们的水保局其实我们过去一直都在强调农村的活化再生，一定要开创它新的一个升级价值。你刚刚听到乡亲朋友，除了他们在种作这一级的产物之外，我们其实在过去的过程中是怎么样把这种不管是休闲或者是产品加工的价值，怎么样引渡到民间？你怎么样协助农民？刚刚农民朋友提出来这些问题，其实在过去接触的过程中，是不是也都曾经听过呢？
诚如像我们刚刚那个蔡局长蔡大哥讲的，你在发展这些加工厂的时候，你在发展加工业的时候，他知道他需要什么，那他提出他的需要，那我们政府我们水保局就提供针对他的需要，我们来做一个全面性的一个那个盘整。可是说真的，在一个社区的一个产业的方面的话，其实不是说只有水保局它能够做。其实像陈总像看那个实际具体的技术啊，什么都还要有。是，所以说其实农村再生这个计划，它只是提供一个平台。是。然后其实像刚刚像陈分署长讲的，像那个我们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啊，其实我们长期我们这些在地组织，我们就是都陪伴在我们那个社区伙伴的那个面前。像我们水保局，我们在杨金茂杨总干事他爸爸就是杨阿勋阿公的时候，那时候我们还是山地农牧局，那个时候在70、80年代，我们水保局就投入介入这里了。是，可是在这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属于是一个工程单位，所以我们是针对它一级产业的部分，我们在帮他们铺农路啊，或做一些他们的田埂什么之类的，然后在比较那个生产面，才是由农粮署这边来为社区他们提供一个服务。这样大概理解了哈。从水保局的角度，过去在这个硬体工程慢慢的介入，那打好这里的地基础之后往上走。你现在跳过好不给养片，来好好的统整一下在地乡亲在加工的时候碰到哪些问题，是需要我们的农粮署，甚至我们的老师也可以提供建议，不农民来谈习为呢。同在下落叶土房里规查嘅最多加工厂区，大家买技术到嘅啲嘅熟皮，沙定就做得做無同樣嘅加工片呢。同如果喺土房里加入糖、韓國鹽也豆，攪到越軟，再個種到嗰啲土方，就係福建沙期爭入嘅土房里。而家哈有人學喺度了，那就天道好了吼。那啲比方燒啲黃梨啊，做黃梨叫啦鳳梨酥啊，韓國啲黃梨，嗰種嘅挑字嘅黃梨啊，韓國啲加工嘅鳳梨醬，唔是成日講啊買黃梨啊買到那啲唔會。離岸石頭福建沙期嘅加工廠行嘅多無限，不止都行偏嘅多黃梨香，其實見啲嘅搞土黃梨。準備我嚟做土房梨酥嘅餡，較細粒嘅規格化嘅吼，都拿來做量加工嘅樣嘢啦，也可以增加我們的農民的收益啊。無透過通往迄無量加工廠，你都嘅通往嘅種嘅房梨通往變到面睇睇樣。現在福建村種嘅都係台農3號土房梨，實際在當上拿嚟加工一定針，咪係有名嘅土房梨酥嘅業者合作嘅對象。那現在安尼，沙期就開始咩？自家有可能加工麼？韓國應用嚟做。目前大部分是仰賴外面的一些協力廠商啦。那我們當然社區不可能一時之間就能夠做得非常的大，那是有困難的。我們希望說朝比較穩扎穩打的方向。那也當然，如果這樣子慢慢透過產業升級，結合我們的生態休閒旅遊之後，我們可能不必再種那麼多的面積。福建沙期希望同產業升級，安尼產業就唔係傾向去考慮嘅，係會同工業房地都發揮效益。只不過加工過後，沙來嘅包裝、韓國行銷，你會係沙期要面對嘅另外一項挑戰。原來倆農產品嘅包裝還有行銷係你農村會面對嘅新挑戰哦。你看到跳過倆片種嘅土鳳梨動有名。像跳過嘅一級生產，到倆下呢進口向今邊有阿曼達標，變咗有倆動豆種很多元的這個農產加工品都推陳出新哈。看到鳳梨的豆腐乳啦、你挑法國啦、鳳梨醬啦，倆種土鳳梨酥，現在在市面上正夯。過去呢，我們這邊生產的土鳳梨，如果賣到西部給食品加工廠加工，1顆1公斤大概9塊10塊這樣子的價值。然後呢，你看到這家你生產你改變做包裝，從本單嘅產值600萬以下3級跳，其實已經10級跳，成長10倍到6000萬元。所以看到，其實這種企業化或者是一些比較聰明的商業模式，並不是限定在都會式的操作，到農村也做得清楚這個新法度。也到
技术或者是这些想法，可能很多的想象来自于农村的新生代。还没向亲朋友也做在你提出你的困法，该抢该欣赏。大家好，我们这边是复兴社区的一个农村企业，新成立的一个农村企业。农村变企业了哈？对，因为以古早以前的农村的概念来说的话，农民比较注重于品质方面。是。那现在在基本品质方面之后呢，我们要顾到的就是农民所谓的利润方面。利润。所以我们要把我们农民一些比较之前是所谓的契作方面，那契作这一方面的话，他们有所谓的非规格品。那他们因为他们有一定的大小，那所谓的非规格品就是过大或者过小的部分，干脆不收了，对，那就要你们自己消化。我们就直接拿回来做加工的部分，那生产成我们的凤梨酱跟我们的凤梨内馅。那你们是作为农村年轻生力军的代表哈，你觉得现在要帮我们的叔叔伯伯、大哥辈们、大姐辈们来帮他们过去辛苦种植农产品加工，你觉得现在农村还欠的最后一把力，或者说你们很想在某一些领域上努力的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是品质，那我们缺的就是所谓的行销。那我们现在就是让我们的这些叔叔伯伯大家就是安心的顾好品质。那我们只要把我们所有需要的资讯方面转为传达给各位，然后那我们再做包装行销，然后放到网络上。是，因为我们一旦有品质，那我们就不怕大家来买，也不怕大家比较。好，谢谢。该向总爱的抢门了哈。你水妹河上河水又安到该薄呢哈？该跳下农民，该河上农民又讲，其实你下好行销啦。唔啲你都向公所遐片，你就为了遐片水妹该愿景，也系讲你就行销该这个主力会变到难咯。复兴村也王里是按多年来将大厦的基础啦。因为以前了好 party 总嘛该动困难，好生的无法度独了生发，拢做去布施打兵，佮说村了个老人家独了做农了有沙旗，有水务局农粮署，他家来天数寻出一条铁好的路，了了往里的发展，又经过他家的打拼又发展出观光的部分要结合起来。后生的要转来，总有机会。不过又发现了下问题都係啲人力，拢唔看到做到了嘢，跳上跳下拉到啦吼。后生的动手，你后生要转来样办？青年返乡农民。你要让他回来，要有经济收入，要有产业，所以我们希望这个部分，公务部门能够协助，来做配合，跟后生人有转来的意愿。所以，你唐头向总讲的地头讲这个加工，加工这件事情好像是一个魔法棒，它对我们的生产农民有好处，对我们来这里观光游憩的消费者也有好处。教授，我想请问，这种加工现在台湾的各个地区的农村都是一个显学，那只是说像这种我们看到复兴社区这样的一个小社区，这种社区型的加工跟大区域的加工规模，那应该是操作模式不一样吧？高雄你有嘛个观点做对建议抬价，你认为说在这样的社区型加工，现在你看到的这个复兴是需要在哪一些面向再更活化，或者是说，其实你也看出问题是需要公部门或者是民间一起来更加共同合作呢？高雄。那以我们复兴社区而言，如果要走出一条以这个大型企业不一样的路，就从我们的原料开始，它就跟别人比较不一样。例如说，我们是用友善环境的方式去生产出来的原料。好，然后持续不断的精进，又更加的友善环境的，好，这就是一个故事嘛。那加上我们现在的这个青年返乡，也在我们农委会的多年的政策，还有水保局的努力之下，我们看到青年回来了。那接下来的产品行销包装就交给年轻人去处理，因为他们对怎么样跟消费者沟通这一件事情，他可以做得非常好。除了说加工，还可以民间跟公部门一起努力把这个产品多元化。可是如果我从消费者的角度来想象，如果我来到这边买到太热销断货，或者是说我买不到，或者是我得等，我想提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供货稳不稳定，会不会也是这种社区型加工要面临的一个考验？那我们要该怎么补强？这个当然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哦，因为
如果量准备太多，又怕卖不出去。好，我想这是我们社区型产业共同面临到的问题哈。那但是如果准备的量不够多的时候，又怕突然热销的时候，哇，马上就断货了。该份数总该就会抢门的哈。其实那个花东地区，我们知道是狭长地带啦，哈。那如果说我们将来要慢慢扩展我们的市场，在这么狭长的这个县境的土地上，这种加工厂的分布可能是不是要拓展的点要多一点？那我们中区就是又离北缘又离南缘，我们有预计中区的加工厂会有这个模式出来吗？那这个部分，我们对加工厂的辅导，就像复兴社区，我们辅导他们成立水果集团产区之后，集合复兴跟对穗乡农民的力量这样来供货，来维持我们社区型的加工厂。但是这样的加工厂，就像主持人讲的，它的规模还是有限是在一个乡，而花莲它地形南北非常的狭长。现在农委会农粮署也有正在规划在花莲地区的中部这边找适当的土地，例如跟台糖来合作，寻找适合的土地，来建一个符合卫生安全等级、符合工厂规范的一个这个加工厂，来满足我们花莲农民在加工设备上的需要。这个有什么好处？第一，这个可以维持原料的这个稳定供应，因为集合整个花莲县甚至于东部地区的原料供应，才有办法维持一个比较这个大型食品加工厂的一个运作。第二，也可以发挥规模经济的效果，不管是在卫生安全的管理，或是行销通路的拓展、市场的开拓、品牌的建立等等，都可以有这样的好处。是大规模有好办的事情哈。那这样子比较大的加工工厂，跟我们现在已经在新建的这个复兴社区的这个小加工厂，他们合作关系又是什么？他们是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因为社区型的加工厂是可以满足我们在地村民的需要，因为我的产品就近就可以来这边做加工。那而这个比较综合型，这个整个中部地区建一个比较符合卫生工厂等级的一个加工厂，那就可以拖到外面去，是这样吗？这样子，花莲的农民，我如果产品有加工，现在常常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要拉到西部地区加工，然后再把加工的成品再拉回来，这一来一回之间，造成花莲的农民许多的不便，也增加运输上的成本。那我能够有东部自己的加工厂，我想这个也是未来我们农委会农粮署要努力跟花莲乡亲这个创造的一个加工方面产业的发展。现在的这个复兴社区在花莲中部大放光芒，慢慢的呢，也要把这里的名声再拓展出去，本汉卡动因地，记得改农业转型，做在看做咧下推湾农村，动作改农村，记得想来追求活化的一个典型案例哦。唔但种风力，还有做俩种加工品。了便也非常安降筹毛呢，所以记得也推出的想要穷了解翁里水佛叉哈，然后还有他们这个铁轨特地设计成1314公尺这么长，那是什么意思呢？一生一世嘛哈，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这个画面影片，还有新人在这里拍婚纱留念，所以漫游凤梨园变成是他们结合产业特性来打造推出的一种游程，然后还呢，你可以自己做土凤梨酥的 DIY， 甚至你可以直接来采果，像这样是整套的一个游程啊哈。琼安妞，现在的消费市场是买单的吗？那如果它的商机很大，我们在我们这样子一个淳朴没有污染的这个小农村，现在要怎么做才会避免发展的太过，然后或者是说还要多加把劲的这个问题，我要请教我们水保局。过去在这个农村再生的辅导很多，现在这个时间点上，我们看到这已经美轮美奂，将来我们的走向会是怎么样？我们想要营造说这个社区它是一个幸福的社区，它有幸福的农业。那我们希望他来这边的时候，所以我们在整个铁轨的长度，我们才会设计成1314公尺，然后其中在520公尺的部分呢我们有设一个南车站，那我们也有一个地标就是520，我们是象征说你来这边的游客的时候，当你的另外一半他愿意跟你走到520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很明白把他的心意跟你讲了。那再接下来，他愿意跟你走到终点134的时候，就代表说他愿意跟你
一生一世，其实来到这边，它就是一个，其实我们用一个工程的手段，能够让我们原本水保局，我们只有在做一级产业的部分，我们铺路，我们造桥，是不是我们可以借由结合我们农粮署这边，然后从2级，然后我们现在转型到3级的部分，而且我们刚刚像那个我们有一个村民说，我们这边我们欠缺一个行销，当我们把这个社区的这个亮点把它打造起来的时候，其实你游客来的时候，它就是一个行销的部分。不过我想请教的是，我们现在这边的土地看起来很多都是在造林，它现在是作为林务局，它在辅导造林的这个大区块。不晓得你在推这些营造计划的时候，跟它原有造林的目的曾经发生过碰撞吗？在地目的使用上，或者是它在土地使用上，会不会有互相掣肘的地方啊？这个，因为我们待会就是有关相关造林政策的时候，果然是有哈。周科长那边，其实在政府它都是一体的。我们主要的施政理念，我们就是要来说到我们要图利我们的社区伙伴。那其实我们在当初我们在做那个平地造林园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考量在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其实除了南车站跟北车站，因为我们为了一些车站的那个建制，所以我们都有砍了12棵树，不得不还是得做。但是我们除了这12棵树，其实我们不是砍，我们把它做部分的移植。那其实剩下我们在铁轨的部分的话，我们都在树与树枝之间，因为我们想要营造一个当你坐在这边的时候，你吸收的是芬多精，而你在整个游区的部分的时候，我们也让游客他们知道说，原来森林这么美。我懂你的意思，所以造林的价值有，但是开创造林之外的活化价值，那也是另外一种路啦，哈。是。先谢谢工程师，我请教一下，在现场有没有提供这些土地出来作为规划小公园的地主？那你们在做这种把造林地拿来做活化的时候，碰到哪些问题，或者是你们的想法可以提出来，请举手。枪总干事。其实造林政策，我们目前复兴设计，我们刚刚讨论到整个从产业发展的过程到加工，这是一个产业面的部分。那现在如何让我们这个产业能够结合到整个生态旅游的部分，非常的重要。那这个部分包含我们复兴社区所占的这个造林面积有200多公顷。200多。那这200多公顷里面，我们怎么样让这个政府的这个20年正如刚刚乡长讲过了，我们林务局长官也莅临了哈。那这个20年的期满之后，我们花了那么多的这个所有纳税人的这个钱，所打造出来的难得的这一个造林的氛围，我们低碳的环境，如果没有让它永续的进下，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课题。是，总干事你讲到这个永续很重要。那像农民来讲，20年期满以后，树不会就因为要开垦就砍掉了吧？那之前的造林政策不就是种了树，然后又再砍掉，也是功亏一篑。是的，白忙了一场，浪费了纳税人的钱。那今天已经有农民，当他没有一个适当的一个政府在公部门没有一个好的一个辅导措施，让这个难得打造这个造林氛围之后，他们会请了什么？怪手来之后，2天就可以把一甲地给挖掉了。是。那因为他要生产，他要有收入啊，所以这些东西，这是一个面向，他就是说必须去种植其他的作物，来有一个微薄的收入，来维持他的生活。第二个部分，他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造林地，怎么样去朝向让它能够结合生态旅游，然后让它永续的这样，我们可以从这个造林的氛围里面去有一些微薄的收入之后，我们来让这个造林树能够管理得更好，让它永续的经营。副总感谢总干事，你想错，谢谢科长。这算是我们第一个农林在林下土地活化利用的一个案例吗？然后这个案例看起来还蛮成功的，不知道我们林管处过去接洽针对的这个议题的看法。那这个议题其实之前的话已经有听到那个社区这边的反应那其实我这边要说明一下啦，原来平地造林的规定从91年开始的，它是有一个平地造林直接给付及配播种苗程序的一个要点，里面就有规定你一开始的时候新植面积多少，那我们就给你多少的奖励金。然后当然各复兴瑞穗这个地区确实是很大的一个平地造林一个地区是奖励金的给付方式就是依据你现地的是不是有造林使用，如果说现地有其他设施，这个是在要点里面有规范的。那林务局也听到了大家的这个声音，所以在这个部分有做一个内部的一个考虑，是不是朝可以朝大家
共同共荣的方式来做一个方向的一个取舍。像当然有提到说平地造林的最后怎么样去使用，当然观光产业是一个3级产业，当然是比1级产业更好。如果说一开始设定的话，是可以木材是可以去做太空包啊，种椴木，或者是说做装潢使用。但是如果能够提升到3级产业，真的是对整个社区的话，真的是可以繁荣整个社区。好，你遐讨论到你遐等发现到，跳过系圣山土翁里，保每咧结合了片采体改环境，咧推出按个生态观光，变做一个东西行个目标啦吼。也跳过下边个样片咧看，采体形容咧大饼，做出几条个沙气生态个观光旅行。那非常欢迎各位好朋友来到我们复兴社区的平地造林休闲园区，一起来体验我们的小火车哈。师傅茶这对年下伫福建沙区旺旺啊，伫生命公园安排的平地山下土空景高，堂顶同南技术，向树下主石头有记录线的。还有检查这点大家去体验福建沙区有很多马街。我觉得这边就是很回归大自然的感觉，我很喜欢这种感觉。然后，因为我现在有2个孩子，所以我就是想要让他们懂得爱护自然。做沙区营造10年的福建沙区，陆续经过水保局的农村再生计划，希望同福建沙区改变。也把大棚师傅茶结合的生态产业的体验，福建沙区以后嘅就当作榜样。那这几年逐步的，我们就对辅导这个社区里面他们的产业从1级、2级、3级慢慢的一个发展。所以我想，现在目前复兴社区它最大的热点的话，就是它已经朝向一个6级化的产业发展的一个方向。沙区旱地台球线顺风沙地一点，来买旺利的相关产品韩国传点，旱地公营下起价量体验，还有一群采地好生意带领营下来认识复兴。企业化是我们现在农村一直想要走的一个部分啦。所以说我们这里来讲，社区目前来讲聚集的其实还不少，5、6个年轻人。我们愿意说，今天花费最大的热忱，然后跟心力有没有，去尽量把自己在地的东西推广出去，当做自己的事业来看这样子。对土房里产业出发，结合被平地、草林地的运用，向后生意转到家乡。安尼地方的产业，正做得长长久久的经营。福建沙区做得讲是头一个安尼作为，每现在安尼各界未看到的传统农村当中的发展。好，安尼看到俩动将个复兴沙区，俩个周围细细个传统农村，记到日积天天的进步，记到进步个过程，这个进步的路径，跳过动作个创意，看到俩种三角形的凸形，都看到记到新工个模式咯。像体育机，记到种往里发，也买到动货吼，营业个3期就800万元，俩走这个土凤梨，它主要除了有小众的消费市场喜欢吃那种酸的口感之外，第二走那个。凤梨个鸭呐吼，给做到内馅，一年呢也有60万元一公斤个产期。天然个天个提送咧到天一级，去做加工品，个收入就完全无强用咯。一年做咧到4000万元安多吼，较最美呢，因为俩大部分单就人亲土亲，又好山好水，所以变做咧好农村东西航改农村小旅行或者是休闲农场按个游憩模式。透过游客服务，不但好了自己，也好了别人，利人利己。从那个公共休闲来打造一个细细农村它的新生机。老师，我想请教你来观察台湾目前以我们在发展新一步的产业来讲，观光会是我们的重点吗？那观光的品项这么多，农村是观光品项里面的一个重点吗？你来看我们的复兴社区，你又是怎么来看它？会不会有一些建议要给我们？那基本上来讲，乡村旅游或者是我们讲现在的轻旅行、小旅行，这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一个流行的趋势那以我们乡村发展旅游、农村社区发展旅游而言，它本身的真正的价值是在创造一个都市人跟我们农村社区交流的一个平台。好，那所以这3件事情，我们的6级产业1、2、3这3级产业不是分开来看，它是相辅相成的。也就是我们有好的种植方式，然后游客来的看到了，接下来呢会跟我们的农民做交流，然后认识了，再来把我们加工的产品带回去，
这3件事情就完成了。那因为这3件事情做得很好，所以我们的森林的平地造林的这个保存呢，就继续可以留存得很好。那我们就可以用比较不去破坏它的方式，继续的永续经营下去。是非常感谢我们高雄哈，所以我们自己在地的特色，除了一再外显之外，我们怎样把自己的内涵再丢出来更多，然后用我们天生的热情好客跟外面打成一片。伫俩到农村吼，性格发展母系。菜题哦，我先会请问你农会甲总干事，你到农业界代表安多年啦吼，看到你下农村到跳过农村真紧冇强用吼，俩为开门来养人学，你饲到水母俩个当淳朴的水种条来讲吼，用而鼓励农民打开冇强用个想法。真的开门迎客哎，你有嘛个建议呢？好，来，我们知道哈，有钱真好，有闲更好了。是这样哈。有闲的人佫较好啦，有钱就介好啊，有闲啦。咱即摆咧种咱咧种物件吼，咱为遮种50年啊，一年种500架吼，嘛起步遮50年种500架，当年种500架吼，咱要行销出来吼，都介无简单。所以咱即摆做的是啥？做加工。加工就毋是500个人吼，毋是500架在做吼，嘛毋是50年尔。加工了后可能1000万人、2000万人，因为咱数字若有较济吼，营销较多啊去拢会使。但是这嘛无够重要，咱若甲即个环境哦，咱的土地即个环境做会好吼，做观光甲休闲的时阵吼，哇，全世界吼51个人吼，拢会当来遮看，咱会当行来遮。我感觉即个部分吼，比咱的生产也好，比咱的加工也好，我相信呢，迄个进度佫较有。所以我们在讲观光休闲它是无止境的，但是重点就是我们要让我们这个地更漂亮我想这个地球是大家的那我们在我们这个社区刚才也讲了咱的小区也好，咱的经营也好，咱这个竹林也好，我想这个东西可能是我们将来的一个大课题怎样让地球更漂亮，可能是我们人类往后更长远的部分当然人要吃但是我想这个是一个小部分而已。观光休闲它是无止境的，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各位咱的乡亲他是甲强下来啦谢谢。好，所以菜地甲农会他们把着眼点放在是永续2个字好，我两篇有请问又看到了解你甲农村发展到今头。实在是很难忘到这里的甜美生活，所以又冲媒体准落么强来分享一下你的看法。我们请这位小姐。大家好，我是土生土长的复原人。那因为以前因为工作的关系，在这边没有什么工作机会，所以我就到了花莲市去工作。那退休之后，我忘不了这个复原地区的这里泥土的味道。然后我就回到了这个乡下，然后我主力的产品是咖啡、姜、姜黄，还有就是蛋品，就养鸡蛋、鸭蛋。那比较因为就销售的问题，我也这个地方我没有办法卖我的东西，所以其实我的产品我都送到花莲市农会的直销站去卖。为什么不能在这里直接来一起多元展售呢？这边现在我昨天才跟他讲说，你给我一个位置给我卖。那以前我请问你，我要在哪里摆，在哪里卖？有心做，但是缺乏一个露出的平台。OK， 没有地方可以卖，所以我现在看到这里，我同学，有这发展，有很多人呢。我说，我可以东西来这边卖了。所以，我们复兴社区越来越不一样了哈，连回来都感觉得到。我小时候来到这复兴社区，一看一下，荒草遍野，这里呢只能种什么？只能种花生、番薯、地瓜，还有凤梨，这水稻都种不起来的。过去生活很苦，可是现在那个智慧一直在转换，越来越好。不一样了，是现在不一样了。非常感谢这位小姐。现在复兴村动模强用的哈，还有其他有上跳脚的发表意见的吗？我们先请这位先生。大家好哈，你好。我算是青年返乡，那我回来我的工作我是在做果品的买卖。那因为瑞穗乡它有很多很优秀的这个农产品，包括文旦，那复兴村是以凤梨为主。那可是两乡比较之下，如果我们跟外县市包括像屏东、台南、嘉义来比较的话，我们的农产的运作跟
外县市来比都输了一大截。第一个是在这个运输上，我们就有一个弱势，是太远吗？还是太远，所以我们的单价都高。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花莲县的农民，他的收益跟外县市的农民比较起来，我们成本至少都垫高了，是这样。对。那所以我们回来现在在做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在社区上，大家都希望说我们的产业可以提升。很多因为农产品它就有一个时效性，所以我们往加工去跑。对。那再来第二个就是说，现在因为针对这个外销的市场所以我们的农产的品质也慢慢在提升。对。那可是这几年，因为我们整个社区在对于加工跟外销这一块我们有开始在推展当中。那问题是说，在通路上，我们可能更需要说一些相关单位来给我们辅导跟帮助。所以往后这几年，如果说真的有机会的话以我们年轻一代来讲，我们很希望说相关单位来帮忙一下，然后给我们这些年轻人返乡之后有更多机会。是。这希望说节目帮我们传达出去一下。谢谢你，李请坐。刚才问题的强问总滚石，多利哈福气清显出了有这个社区营造的成果了啦那我们来到这里，发现复兴社区是一个人情味很浓、民心又很团结、农友都非常热情、共同支持的一个地方你哋下来带动所有的发展社区，不知道未来你对复兴的愿景、你们共同的想象，还有那个梦啊，做得咧节目分享一下吗？好，我们要发出一个愿，就是说希望让我们的复兴社区真正打造出一个，不管在1级、2级、3级的产业里面，我们都是一个亮点，让所有的好朋友来过了，比方说我们的长官跟我们期许的说，来过了还想再来，还想介绍更多的好朋友来到我们复兴社区。那我们复兴社区将来我们也会以最大的热忱跟最大的欢迎之意来邀请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到我们复兴社区，一起来让我们共存共荣。谢谢大家，谢谢。总管事。农村系安尼推湾界法律也系生命力节目推档来对宾，我们先请老师。农村的社区的发展，目前我们水保局还有一个叫农村社区企业经营辅导计划。好，那这个也可以帮助我们刚才所有的那些问题的一个解决。好，那这个我想复兴社区已经申请了，未来可以好好发展。好，所以政府很多的计划都在协力当中，所以农民朋友都要好好把握。副署长。复兴社区已经创造了土凤梨的奇迹未来在1级生产，除了现在都已经取得集园谱有生产追溯制度以外，未来也可以继续朝有机或是友善耕作这样的方式进一步提升我们的品质。在2级产业方面，我们会辅导复兴社区建立合法的一个加工室，让它产品可以上市来销售。再来，在3级产业的部分，农业跟观光是花莲县的特色那复兴社区这边带动的这个小火车，带动的这个最多3000人次的这个观光游客，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消费客群。那我们以这个做基础，再把社区的品牌打响，让这个社区的产品土凤梨跟这个凤梨的这一些加工品可以卖到国内外更好的一个通路。好，非常感谢。台酒上的一颗珍珠我们土凤梨的故乡都安尼水美界复兴社区今届论坛呢，看到在地嘅农民按照法律，记得啊详情办法，为好好打拼出记得嘅未来。当然也做咧作为台湾各地区嘅农村业界经验参考。呢种系出面台会咧到了大部嘅当地开讲，也非常感谢大家收看，再会。